后来今仔日领三倍券的头一天，有一寡偏远的庄卡部落，唔免甲人排队人客人。台东的金峰乡、花莲的万英乡、甲屏东的西子乡，这三乡无邮局，嘛无超商，所以由远景倒发三倍券，安全搁利便。咱伫行入警察局，这毋是拄着麻烦代志，是有三倍券通领。三倍券拢锁掉咧，毕竟这金额真大。警察局伫个庄卡地区是重要的所在，而且像屏东的西子乡、台东的金峰乡、甲花莲的万英乡，这三乡镇拢无超商甲邮局，所以讲警察都爱负责发三倍券。走路啊，住旁边而已。对，附近。行2步路到警察局就会使领，敢若花莲的万英乡就753位民众来注文。2、4、6、8，刚好。摕到民众拢真欢喜，原警为了发三倍券，真早就开始准备啊。规个等候区，搁真大心为室外刷到室内吹冷气，原警嘛提出验钞票，1000块现金爱看诊众。如果说预约没有来，我们会以电话来先电话联络。如果电话还是不过来的话，我们再来做其他的处置，这样子。原警这体贴，各免人客人去排列，轻轻松松就会使领到三倍券。